后来这段时间袂当出国，阁袂当去人济的所在，到底会当去哪里？花莲一个农夫就公布伊的私人景点，把这个灌溉的水沟当作是飘飘河算互你看。也毋过伊讲，这是伊逐工做事的田边，已经算30档了。一般的民众是千万毋通随便来模仿。四少年家一日来冷顶面享受清凉的溪水，秘书是水上乐园。甚至阁想要徛起来摆出一款冲泳的姿势，顺这个圳沟喂田的这边，就流到另外一边。镜头扭到远的规个青色的水田拢是农园，原来这是爱变怪农夫小健健想出来农田版的水上农园。影片一个放上网络，都有78万人伫看，1300多人分享。原来最好玩的地方就在我们农田附近，你看，哇，这最天然的滑水道，所以防疫期间记得带在家。就地取材，唔免出国，嘛使算甲真欢喜。无用规工了呢，趁这个机会清凉一下。不过伊嘛特别提醒讲，囡仔唔通学。小朋友，叔叔不是哥哥有练过，不要模仿，只到膝盖而已，水流没有很强，而且旁边就是我的田，这里啊滑水道玩了30年。对地形真了解，伊才会放心地耍，嘛让这个农田变成防疫期间另外一种放松心情的所在。